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3章1到5节。创世纪3章1到5节，和合本圣经在第3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周报第10页也有。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清洁的心思除去不信。清洁的心思除去不信。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主日我们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更要为了每一位的母亲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主你透过他们生我们养育我们，求主你眷戴在他们的身上，赏赐他们都有平安喜乐有健康的身体。今天也是我们教会开始今年第一个灵命的操练，我们的主题是清洁的心思。我们要恢复到主你当起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美好的样子，祈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灵命操练中间能够再次的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健壮，跟主的关系也更和谐，更蒙神你的喜悦。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母亲节庆祝所有的母亲，大家母亲节快乐。那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特别用有关母亲节的这个经节来讲，因为我们今年有2次的灵命操练。这灵命操练呢，我们一次是在5月，一次是在10月。5月的时候，我们选的是清洁的心思。我们透过清洁的心思，有4个礼拜，我们盼望在这4个礼拜中间，每一周都有小组的聚会，而且有一些有多出来的这些资料，要我们一起来研读，让我们在这个4个礼拜中间的灵命操练，能让我们的灵命能得到更坚定。我们每一个这个灵命操练都有它的目的存在。那为什么我们今年用清洁的心思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要给我们大使命。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到第20节，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成为他的百姓，同时要奉主耶稣的名要受洗，然后要将所教导的人要他们去实行。这中间包括了3件事情，也是教会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宣教，第二个呢要成为团契，大家的团契的生活。第3个呢，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受教育。耶稣除了告诉我们大使命之外呢，在法利赛人问他说，这10诫里面哪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呢，耶稣告诉他，最重要的诫命乃是要爱神，也要爱人，这就是成为大诫命。那爱神跟爱人呢，第一个就是爱神，当然就是敬拜；爱人的话呢，你要去侍奉。所以我们就将这5个呢，成为尼希米52中间，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的人生原来是这5个人生。不只是教会要有这方面的功能，我们自己每个人也是一样。在这一生中间，你如何能够经历，能够容神益人呢？其实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跟大诫命，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是大诫命。大诫命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10诫里面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字而已，叫做爱。你假定爱神，你就会遵守前面这5诫；你假定爱人，你就遵守这后面的5诫。所以只有一个爱。那神要我们爱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的意义在。
你的信在怎样子的信，你说你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怎样，不管他是怎样，你要是没有这个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意义在。我想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说它是一个爱的诗篇。大家记得的通常都是记得从第4节开始，是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等等，这样一直下去。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前面3句在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3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边告诉我们，前面这件事情都是我们每个人在追求的。我希望能够讲万人的方言，我能够讲天使的话语，我能够有先知讲道之能，我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又有全备的信，叫能够移山，我又能够周济穷人，又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这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他告诉我们，若是没有爱，这都算不了什么。所以爱真的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总纲，但是你如何能够在你的生活中间能够实际的把它实施出来呢？能够活出来呢？我相信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保罗写给提摩太所讲的这个经节呢，非常的有帮助。这边告诉我们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边告诉我们没有错，我们所有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中间最重要的乃是就是一个爱。那这个爱怎么来的呢？告诉我们3件事情：一个是从清洁的心、有无亏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而来的。英文里面呢，清洁的心它叫 pure heart。你这个心里面是 pure 的，纯洁的，完全不受污染的。原来所讲清洁的心，乃是告诉我们是当初起初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的之后，摆在我们里面那个心没有受到污染的这个心，叫做清洁的心。有心里面所想出来这些呢，我们叫它清洁的心思。爱是从哪而来的？第一个是从 pure heart。我相信我们在上每一个人在世上每一个人的心都受到污染的。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受到了教育，我们的教育真的是纯洁的吗？是合神的心意吗？还有很多的都让我们看到，我们事实上在这个社会上活到世上之后呢，我们就受到很多的污染在，已经不再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他所看的是一切都美好的那个美好。第一个是有 pure heart， 你的清洁的心呢。第二个是讲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英文是叫 good conscience， 就是那个良心是好的。台语呢说无通责备，没有可以指责的良心。常常有人会说我是做事情凭良心，真的是凭你的良心？是那个 good， 是那原来好的这良心吗？还是你自己蒙骗自己的良心呢？是一个真正的无亏的良心吗？第三个是无畏的信心。无畏的信心在英文是叫 sincere faith， 就是那个真诚的，没有虚假的，就的那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不受污染，就是很单纯的去相信。爱是从怎样子来的？就这3样生出来的。你有一个清洁的心，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你有无畏的信心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预计在未来的4年，从今年包括今年里面，我们要来学习这方面，我们要回到这个起初的爱到底应该是怎样。我们愿意希望活出主耶稣所教导的爱，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用清洁的心思；明年呢，我们用无愧的良心；2013年呢，我们用无畏的信心；2014年呢，我们就回到这就是我们纯全的爱心。主耶稣盼望我们都能够活出爱出来。十诫的规定就是只有一个爱而已。你要爱神，要爱人。爱从何而来的呢？爱是因为从清洁的心思，
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而来的。所以我们期待在这一年，每年中间有1个月的这种心思重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心灵都非常健康的一个基督徒。在今年的2001年的这清洁的心思中间，我们有几个目标要去对付。我们只要能够恢复到那个 pure heart 呢，起初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心呢，我们有至少4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对付。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对付我们的不信，在下礼拜呢，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情欲，在下礼拜呢，我们对于我们的羞惧，因为你的羞愧带来的害怕。在5月29号呢，我们要对付的乃是论断。当我们有这几个，我相信不止这几个是最主要的。我们对付了这些的时候，我们除掉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恢复到神所创造那个 pure heart， 那个清洁的心思。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叫做除去不信。今天所看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3章1节到第5节，讲到夏娃如何被这蛇所诱惑去准备要去吃那个善恶果。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心思为何跟如何被玷污了。这经节呢，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了。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人的信心如何被玷污呢？心思为何被玷污呢？第一个就是讲造成他的不信跟不相信，不信任、不相信，你的心思就受到玷污了。今天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撒旦呢，他使人怀疑上帝的话。他如何使人怀疑呢？在第3章第1节说：“上帝岂是真说？”一个很有疑问、非常诱惑人的一种，使人去怀疑：上帝真的这样子说吗？上帝岂是真说？怎样？将这个问题帮他怎样扩大起来？他不是很简单问说上帝如何说呢？而是用另外一个肯定的去疑问你，使你就陷入到那个困境中间的。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别人怎么问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呢？我们人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对上帝的话语相信的不够准确，我们就产生了疑问。当撒旦问我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精确的这种认识上帝话语，就有不对的这种应对。我们看到耶稣他刚出来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被这个圣灵带到去给魔鬼试验40天。魔鬼出来的时候，也是用上帝的话语在质问，在考验的耶稣。耶稣要是不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精确的时候，他恐怕答出来的答案就跟夏娃一样。所以我们来看夏娃他怎么样子的回。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他减低了他上帝美好的应许。在创世纪第2章的第16节的时候，这边这样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但等到蛇问了这个夏娃的时候呢，夏娃怎么回答呢？在第3章第2节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一个是讲可以随意吃，一个是说可以吃。我相信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两个有很明显的差距存在。台语呢讲得更明白一点，他说：“你会使会通吃，爱随意来吃，还是会通吃？随意来吃，就是你主权完全交托在你的身上，而你可以吃的话，我答应要不要让你去吃。所以这两个的主动权已经不一样了。原来夏娃她所回的时候，就已经将神的美意已经做了减轻掉了。第二个呢，他又添加了自己的想法。当在创世纪第3章的第2节里面说，他第3节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不可吃也不可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刚才说看创世纪第2章的第16节讲说，你只是说第17节说再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一个是讲不可吃而已，但是夏娃讲出来的时候是不可吃，再加上讲不可摸，自己已经添加自己的意思，已经扩大神给你的这种限制一样，他曲解了上帝的旨意。不只是这样，他自己又减弱了他的惩罚，因为接下去夏娃自己讲说，免得你们死。但是上帝给他的话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一个是必定死，一个是免得死。我相信这差别，这种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存在。我们看到人对上帝的话语呢，知道了不够的准确之后，开始会有所扭曲的上帝原来的话语。我们再看最近在推动一个100日读经，还有背金句。我们盼望每一个人背经句的时候，能够背得非常的一字不漏。当然年纪大一点，我们就觉得有一点难一点，那就把他的意思讲出来。是盼望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语非常精准的背出来的时候，你才不会有类似像夏娃这样的样子。他会稍微减低，原来是讲说随意吃，他说是讲可以吃而已，然后自己又添加自己的意思，说不可吃，然后加上说不可摸，或者是说必定死呢，他是说免得死，自己又减弱了他的这种惩罚在。我们盼望我们在知道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能够非常的精切，因为撒旦常常就用这样子来诱惑我们。撒旦他就曲解了神的心意，加深了人的怀疑。就到第5节的时候呢，撒旦就说了，他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告诉你说不一定死啊，神告诉你说必定死，但是撒旦就曲解他说你们不一定会死，而且再告诉他们，诱惑他们说，因为神怕你吃眼睛会亮起来，会跟神一样的明白这个善恶。我们看到撒旦常常用各种方法来试探人，这中间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好奇心存在，撒旦就利用人的好奇心，使人怀疑上帝不够美善，否则他为什么不让人来能够知道善恶呢？神真的是不让人知道善恶吗？没有吃了善恶果之后就不知道善恶吗？这常常也是一个魔鬼给我们的试炼。神绝对不希望他所创造人不知道善恶，只不过这善恶是谁的善恶呢？是你我的善恶呢，还是神的善恶？原来神的美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善恶是用神的善恶为善恶。假定大家都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多么的美好，因为大家同样一个标准。没有想到我们的祖先受到诱惑之后，他就吃了善恶果，吃了善恶果，开始每个人有每个人自我的善恶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社会上才能发生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竟然两方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以自己的善恶对自己的善来讲善，而不是应该以事情的善恶来讲善恶。我们就看到这世界开始产生了罗生门，开始看到这世界非常的纷乱，很多纷争就开始产生了。明明是同样一件事情而已，为什么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因为神每一个人不再以神的善恶为善恶了，而是以人的善恶来为善恶，并不是神不愿意让人不知道有善恶，有，而是要以神的善恶，不是以人的善恶。人对上帝已经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任，就开始背逆了上帝，就与上帝隔绝了。你们恐怕会说，那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后没有死呢？神不是说他必定死吗？在神的眼中，其实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灵已经没有办法跟神相通了，跟神之间的这管道已经被隔绝了。在神的眼光来看，他就是一个有身有心，就跟动物一样，已经不是人了。人应该身心灵，灵要跟神通的部分已经被断掉了，这就跟动物一样，已经不是人了。在神的眼光来看，其实他就已经死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背逆了上帝之后，我们就上帝隔离了，我们心思就受到污染，受到玷污了。
我们就开始用自己的善恶来取代上帝绝对的善恶。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是这个样子。在圣经中间其实有很多不幸的这种例子。在新约里面，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一个叫多马的，他是一个不幸的这个典范，或是说当作我们来看他的这种事迹里面，多马是人类对上帝失去相信信任的代表的这种范例。我们来看好几个地方。第一个，当耶稣他所喜爱的这些的这个家庭，有拉撒路、马太、马大跟这个玛利亚，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马大就找人去跟耶稣讲说：“你所爱的他生病了，希望耶稣能早点来，就能够医治好他。”但是耶稣呢，故意延迟了2天，才到拉撒路他们那里去，结果拉撒路已经死掉了。这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走吧，我们去叫醒拉撒路，他睡了。”但是他发现到门徒不明白，就再明明告诉他说：“拉撒路已经死了，我们到那里去吧。”这时候多马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16节后半段，他这样说：“我们也去与他同死吧。”他不太明白耶稣所要讲的话，但是他就用一种唱反调的样式来讲这句话。他所讲的乃是代表一种能言能语，是一种嘲讽，讲一种负面的话。不止没有讲正面的话，我们赶快去吧，他反而来讲一些这种负面的话。这是因为他不信任、不相信耶稣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呢，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门徒说，他将要离开他们，他到一个地方去预备地方，预备好之后就会回来，然后他到哪里去，你们也要跟着到哪里去。这时候多马他就呛瞎，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5节这样说：“主啊，你去的，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是多马对耶稣的一个质疑。为什么会有这质疑？其他人都不讲，为什么只有他在讲呢？因为他不信，他不相信耶稣。再看，继续看，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场，他没有亲自看见，所以他表示他无法相信。他在当他们的这些同样的学生呢，告诉多马说：“我们看见耶稣，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他怎样讲？在约翰福音第20章25节，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他因为他没有看见，他就无法来相信了。后来耶稣显现给他看，为了他特别再显现一次给他看。耶稣在多马在场的时候显示给他看呢，多马因为看到了，他就相信了，并宣告耶稣是主，也是上帝。在约翰福音第20章28节，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后来这个多马到底是怎样呢？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圣经中没有在记载。但是有一些外史呢，记载的多马可能是到了印度，因为在印度曾经发现一个教堂是写多马教堂，而且有一些流传是从印度出来，就是多马后来在那边也殉道了，表示多马他的信心，他原来是不信的，后来他就改变，他就信了，就像这一句话所讲一样：“我的主，我的神。”他由不信变成了信人，就开始为了主耶稣来认真来传扬福音。为何他能够从不信变成信呢？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你有一个 pure heart， 你有一个清洁的心思，第一个要对抗就是不信。如何能够对抗不信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是他用爱跟真理来医治的不信。多马他用唱反调，他用质疑，他用不信，他用我只要看见我才相信的时候，来表达他的不相信跟不信任的心思。我们看到耶稣他并没有反驳，也没有指责，他反而用宣告真理的教导呢来回应他，而且用钉痕的爱来感召，使多马得到了医治。我们看到经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耶稣就
他讲这句话之后，耶稣告诉他：“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样一个我们目前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真理，就告诉了多马。他没有责备多马，他将真理告诉他，只是你不明白而已。我要让你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同时，在约翰福音20章的27节的时候，当耶稣给多马看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伸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告诉他应该要做的事到底是如何。这是多马的情形。我要问说，你生命中间，你的生活中间，是不是也常常有唱反调、质疑、不信、只信看见的这些现象吗？你的心思里面是不是隐藏着某一些不信呢？恐怕是小小的不信，也有可能是大大的不信。你的心思中间有这不信吗？而使你的心思不够清洁吗？今天我们要第一堂是要看到是清洁的心思，要对抗就是你的不信。你可以我心自问，我对主耶稣的爱，我对主耶稣的教导，我是真正的相信吗？我们恐怕这样问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信。但接着我要问你，要是你信的话，你可以相信这些话吗？你相信上帝是美善的，是绝对爱你的上帝吗？你相信上帝给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出身、外貌、才智、家庭背景、父母兄弟、配偶、环境、职业、收入、教育、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出于他的美善吗？你相信你的成长过程，你的过去的历练，目前的情境都有上帝的掌权，都是出于上帝对你的爱吗？你信吗？你信的话，你可以相信这些吗？我相信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都说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包括那不如意的事情，你也能够相信是在神的掌权之中吗？神也是爱我们嘛，透过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其实是让我们成长嘛。你能这样子真正的相信吗？你要是能够信的话呢，包括这些都要包含在内，才是真的相信。清洁的心思，第一个我们要对抗的是除去不信。除去不信里面呢，就包括了这些。你要相信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全知全能，上帝对你的爱。如果你还有怀疑不信呢，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有怀疑不信，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敞开到上帝的面前来。今天的新眼光里面讲到是有2个门徒，他们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开始走路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耶稣出现跟他们讲话，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问他什么事情，就讲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耶稣怎样子死，然后后来复活了。他们不能明白，也不相信。耶稣就告诉他们，从这旧约中有关耶稣的预言，通通讲给他们。到最后留下来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祝祷之后，他们眼睛才开，才知道这是耶稣。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也是像这2个学生一样，我们不知道耶稣就在我们身旁，耶稣常常一直陪伴着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不管我们遇到的情形是怎样，是不如意的事情，是使到你非常伤心的事情，是你的家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没有办法明白，你很痛心的时候，你甚至会怀疑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不公平！主啊，你为何对待我这样子？但是主要告诉你，我就在你的身旁，我在陪伴着你。我们是不是会像那2位门徒一样，连耶稣在旁边跟他讲，他都没有办法认出来，到最后主耶稣在祝祷的时候，他才认识出来。我们世上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上帝促使它发生的，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别人，因为大环境，因为魔鬼的诱惑，利用我们的身心灵的缺点的诱惑，而产生了很多苦难。
上帝只不过允许这些苦难发生而已。但是我们常常就将这个怪罪到耶稣的身上去，说神啊，你为何是这样？上帝要告诉我们，他不反驳，他也不责备，他只有接纳你。同时上帝还会及时的用圣经的话语来告诉你这些真理是什么，要教导你。所以这边要告诉大家，清洁的心思，第一个要除去不信。怎样子除去不信呢？要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这边也是有几个行为可以让我们来再造我们清洁的心思。要如何来再造我们清洁的心思呢？第一个就是清理我们的心思，就是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8节到第9节，告诉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罪，就是这样，就是自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心中了。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犯罪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犯罪，每个人都会做错，每个人都不会像神一样的完全，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是你不认罪，你不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所以我们要再造一个清洁的心思。第一个清理我们的心思，就是认罪，为我们对上帝对人的不信任的来认罪，来悔改，祈求赦免。第二个呢，我们要重新重建起来我们的心思。怎样子重建呢？在诗篇51篇第10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边告诉我们，清洁的心怎么来的？不是靠自己耶，你要回复到那个 pure heart， 不是靠自己。求神，你造清洁的心给我。所以我们要重建我们心思，就是要神来帮助我们。第三个，我们要应用我们的心思。在彼得前书第1章22节，我们要这样来宣告祷告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从心里，这个心里面有个地方讲说是从清洁的心。从当初神创造你的心里面怎样，你就开始要有彼此相爱。我们开始要认罪悔改，将我们的心思重新再清洁一次，清理一次，然后我们就重建。如何重建？靠神来帮助。求神你造我一个清洁的心，同时你在行为上就要显明出来。我们就应用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思得到清洁，成为清洁的心思，回复到那 pure heart 之后呢，我们要去爱人，用我们的爱来表示说，我们确实心思已经得到改造了。最后我们再宣告怎样？上帝已经医治了我们，医治了我的不信的心。从今以后呢，我的心思意念呢，就要相信神，要顺服神。我们从开始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诫命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是一个爱。爱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爱乃是从怎样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而生出来的。我们第一个思考就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是什么？ pure heart， 就是要恢复到上帝起初创造我们那个完全是单纯没有受到污染的心。我们已经很多受到污染了，我们要对抗的太多了。第一次我们先对抗我们的不信，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再重新连接起来。如何对抗我们的不信里面呢？要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清洁心思再一次建造起来呢？要清理我们的心思，认我们的罪，我们再重建我们的心思，那神来造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同时我们要我们的行为能够我们要应用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行为能够行出来。我们就宣告：主，你已经除去我的不信了，让我能够恢复到我的清洁的心思。这礼拜里面，我们连续4个礼拜，我们都有小组。这小组里面呢，有这个问题：认识上帝的话语，与信任上帝之间有何关联性？耶稣如何胜过撒旦的试探？这个题目是要告诉我们，你要精准的去认识上帝的话语，要学着耶稣在对抗魔鬼的时候，用上帝的话语来抵挡魔鬼，而不是像夏娃一样，
模棱两可而去改变了上帝的话语。第二个，你信任上帝吗？请分享一些实际的经验来说明你对上帝的信任。你要是有常常参加礼拜五的见证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出来做见证人就是这样，他还不明白，但是他就相信了，后来就证实了他已经得到神的应许了。第三个，你对上帝的信任曾经发生过危机吗？后来如何度过？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形，你会如何来处理？我们在清洁心思里面呢，我们有2个事情要大家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第9页，请看我们打开我们的周报第9页。第9页呢，我们有从礼拜1开始到礼拜6，我们有灵修的经文，这上面都已经把经文都已经印出来了，你就照这样去读，然后开始默想上面所讲的默想，然后加上我们礼拜天所讲的这个，让我们已经非常的明白，在清洁心思的灵命操练中间，我们要对抗的是什么？我们就跟着这个进度走。我们盼望在4个礼拜之后呢，我们至少在清洁的心思这一项上面呢，我们就得到了操练。不要忘了，爱是从何而生的？从清洁的心，从无愧的良心，从无畏的信心来的。今年我们盼望在清洁的心里面呢，能够得到操练，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是母亲节，虽然我们没有特别讲母亲节的经文的事情，但是你要是恢复到那个 pure heart 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敬畏上帝，会孝敬父母。不要忘了，孝敬父母是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上帝必要祝福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愿天下的父母亲呢，都有平安、喜乐跟健康跟他们同在。我们同心的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在今天开始推动4个礼拜的灵命操练，是用清洁的心思。主，你告诉我们，爱是如何来的呢？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而生出来。我们盼望能够回复到神，你当初起初创造每一个人的那个毫无瑕疵的这些非常单纯的这些清洁的心。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求你让我们再次的来清理我们的心思，认我们的罪，我们就求主你来重造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真的心得到改变之后，我们就能够彼此的相爱。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段操练中间，让我们每一个的肢体都能够灵命得到操练，都能够蒙神你的喜悦，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因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